東變白殼嘅問題，主要都係棲息地問題啦，非法捕獵啦。佢哋主要嘅道東地咧，鄱陽湖近年個水位一路都下跌啦，白殼嘅食物嘅來源就慢慢減少啦。太平路而家基本上最大嘅環境威脅就係道東地嘅棲息地喪失啦，因為佢係好依賴呢個灘塗地帶或者泥灘咧，就做覓食同埋棲息嘅地方嘅。但係泥灘喺中國沿海嘅地方就受發展威脅啦，就好多泥灘已經俾人填咗做一啲住宅區啊、工業區啊嗰啲嘅，亦都有人捉雀啦，有啲漁民咧落一啲魚鈎啦。捉咗嗰啲會食魚嘅路池嗰啲嘅，咁有時都會傷害啲太平路嘅。